请想看阿母的愿望。人生的路。妈，好无啦？我唔肯啦。妈，我当然找无头路啊。而且来说嘛讲，假使我若是去学做戏，不但有通啊食，阁有通啊住，而且若是拄着过年过节，也是拜拜的时阵，计唱开场啊，第一领足侪钱转来啊呢。查某囡仔迄天有做戏，啊，规工伫咧外口抛头露面，是啥物体统？我唔啦。妈，好，免讲啦，入去入去。好，我家己来咯。讲啊，你要倒？阮哪只哪看纸了？哪有啥？阮同学都嘛哪食哪看电视，像咱的电视拢歹到遐久啊，阁唔修理。等下搬啥呀？请问者，倒一个是火龙杯？我就是啊。哦，安尼哦，是安尼啦。啊，就恁后生哦，甲阮订这洗衫机，啊，搁电视机，叫阮送过来啦。啊，物件要听得到哈。我无迄洗衫机，甲什么这电视机。无咯，我足希望会当一人洗衫机，顺然就知我的心意的啊。真好真好，来来，你再来你再来。哦，别管你啦。我去送啊。啊，这物件定金我都拢收啊，对吧？啊，货啊，甲你送到位啊，啊，你即马甲我讲无啊，啊，我是要安怎？我买阮后生买的物件，你知影无？这无你。你来安尼啦，那顺然好意要送互我，你要这人的意思啦。来，你再来你再来。哦。你我来来。阿哥，出来，给我送我物件。弟弟了，真个，再来啊，弟弟甲弟弟。嘿，今仔送的咧。哇，阿姐阿爸，你看，直排轮呢，你搁给我送我的。你偌岁多少？啊，我袂记啊啦。多谢哥哥。哎，乖。阿姐，我再去送啊。阿爸，手片。啊，大你是倒来要创啥？来，谢谢啦。没啊，你多谢多谢多谢，歹势安尼。啊，我咧问你，你是有听无啦？哎，迄个话，咱是安那啦？迄气遐尼大，你是后生的，毋是受人。囡仔就是说讲做唔对代志，倒转来就好啊。你来歹声扫啦。秋明啊，去摕手碗底，互俊妍食饭。阿父，免啦，我食饱。还记得食饱？不，这是要送你的，希望你会喜欢。送我？这水的手环，哇，足贵的了。袂啦，你喜欢就好啊。阿爸，这个表啊，我等落你要死的人，我挂迄表要创啥？哦，你是讲要叫我吼挂迄表时间行较紧的哦，要互我较紧死的。啊，听妈安尼讲啦，你一定当过受的，啊，而且我真紧带你过好日子啊。哼，我才唔敢想。你吼，实在哦，心内欢喜，搁加那么加受气。来啦，我甲你挂啦。人后生的好心，你嘛甲挂咧。免啦，我不爱啦。这水的，你看。手片，啊这。俊英啊，听你安尼讲，啊，事业做先成功的款哦。分大家福气啦。阿母，我这摆回来，还有件代志要甲你甲阿爸参详。我想讲要当高雄，要是当寓所有，啊，才恁大家来遐住，安尼我就照顾恁会着啊。你要买厝啊？哎呦，嘿啊，你有听的无啦？俊英赚大钱啊啦，要买厝了。无啦，阿母，是我去拄着贵人啦。哼，唔通啉3分讲水4分咯。掠着山宝讲水种，掠着水牛。呵，哎，是较实在、较根本啦。多才行会远啦。嘿啊，当你是安那啦？你定定要甲后生泼冷水，嘛小甲鼓励一下。俊英啊，你老实甲妈讲，你到底是安那赚了大钱啊？啊，着我即摆公司吼，专门咧甲客户做股票啦，啊买卖外国钱啦，平均的利润哦有3成呢。
啊，加使伊我亲戚即摆拢甲钱寄来阮遐，因逐个月加等趁利息钱，就趁甲油细细啊。陪外国钱，趁利息，真是有遐尼好康的代志哦。哪有啥物好康啦？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呀。袂有问题啦。啊，但我即摆是公司的董事长，这我上该清楚的啦。小心无是本啦，啊，食紧是拢看碗啦。天家的哦，啊，有好就有歹啦，啊，无讲哦，遐尼好趁啦。俊英啊，来，你甲阿母讲，莫听你爸讲咧，你甲阿母讲你安尼趁钱来。秋萍，你是去倒啦？我等你等足久啊呢。秋萍，你搁咧生气哦？你无留倒市陪中小姐，你倒来创啥？看你啊，谁叫我生你？秋萍，你干想我瘦啊呢？是不是因为你换咧想我？我有啥无啥，甲你有啥物关系？我是惊讲你若变瘦呢，啊我送你的物件若挂袂落去，万一落来是要安怎？挂落去，你都爱给我哦。哎呀，你留咧啥中心？秋萍，你若到即摆搁咧甲我讲这啦？我毋是已经甲你讲过啊？我甲你张小姐是同事尔，啥你拢毋肯相信我？我毋知要安怎相信你。你当然嘛爱相信我，你明知我是爱你的啊。我毋知我是应该相信你，还是不应该相信你。敢讲你有新的对象啊？秋萍，是不是因为你有对象，所以就常要甲我说中心物，通我叫你心肝来做过，是不是安尼？你甲我讲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啥我就是无的。听来袂答我的问题，你是不是有新的爱人啊？我不需要回答你。秋萍，你安尼我做失望的，你知影无？是啥物人互啥物人失望啊？你敢毋知影？自从你去当市做较袂了，你拢变啦。今日先看来，甲我趁钱、事业，咱厝内的人，啥物亲情、啥物爱情，对你拢已经无重要啊。唔对，你讲拢总唔对。我伫外口打拼，是为着这个家，是为着你。我伫外口赚偌济苦，你知影无？我若想要打起，想要放弃的时阵，我心肝内想的就是你。我希望有一天，我会当真正倒来高雄带你，互你过好的日子。我遮尔为你，想袂到你竟然安尼对待我，你真是变啦！我就是无变的，我无变。是你令我感觉，咱两个愈来愈轻松。你敢是我已经熟悉的水面啊？迄是因为你以前别乱啊啦！我无。好啊，你莫再讲啊！本来我今仔日想讲要用这条手指正式来甲你结婚，既然你根本就无珍惜，我阁留伊是要创啥？这面通放袂，我也记在心内。秋萍啊，秋萍，起来咧！妈，哈，你来起来啊？嗯，你是毋是巴肚枵？我来煮饭。免赶紧啦，妈未准备好啊啦。妈就歹势，
困了伤晚。最近你替妈妈洗足侪衫的，嘛足忝的啊。来，妈有代志要甲你参详。昨昏俊英转来讲，因公司有专门咧甲替人买股票，啊，佮买一寡外国钱，讲利息足悬的，足好赚的啊。妈妈咧想几暗吼，嘿，想讲要来甲你参详，为咱这间厝吼来银行贷款，啊借一寡钱，啊让俊英夹转来遐钱吼，做一摕好新利息，啊生一阵嘛吼，妈妈就真好，我甲你买嫁妆，好无？妈，安尼敢妥当？啊，万一放心啦，俊英是间公司董事长呢，有伊伫哪有啥物危险？佮再讲吼，若无包赚吼，伊袂转来报咱知啦。平月，我是爱甲俊英参详者。俊英去台北啊啦，伊讲今日爱开会，较早去啊啦。你去台北？嘿。哦，心肝难呢！肝难呢！你是要创啥？我要创啥？你嘛知？哎呀，闪啦，走啦，小哎呦，哥，哎呀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你放我尊重你啦，小哎呦，我难啊！我对你已经真尊重呢，啊若无我就带你去做某啦。我怎么做某？我当做摄影师对我。真假啦？你把你小叔啦，走啦！敢唔敢是以后的代志？我甲你讲，你等日来先来讲，叫伊将欠我的钱紧还我，啊若无，伊要想要搁看到你。哎呀，小诶，规日拢去死死好啦。哎，你是要搁创啥啦？你拄我咧讲啥？我哪有啊？你不要骂我！我你想做了啊？笑！我无想要安怎，我今日要甲你证明了。救命！你是公司，你快！哎，杨阿叔较莫管的啦。你喊你一个查甫人欺负一个查某囡仔，啊你是算啥物？无啊，我哪有咧欺负伊？我是咧甲阮这心肝人咧谈情说爱啦。放啊！笑啊！讲诶，大，我看吼，暂时先来这转来，这若无到时讨无钱啦。讲诶，我到做。犯乱，行。放开啦！行。放开！现在，你别让你走了！哎，你真爱管杨阿叔呢？啊，来阵啊答应阿仔替我喊我的表示，经规保才还一个一半，啊若像安尼落去，要害我面到几年啊？好啦，你若真爱家婆，你就等于甲来顺来讲事。啊，咱我暂时替照顾，伊什么时阵重视孩情种，我就什么时阵重人教育。啊若无，我就将阿兰等个最水，知无？行行。小弟来啊！咱想要欠你偌济钱啊？安怎？你想要替伊还是？这卡手机有够吧？哦，金光闪闪，正呢。算是甲恁拄上，会用的吧？好啊，啊，不过这卡手机会来咯。哎，无问题，这卡手机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。那安尼好啦，阿兰，算你好教运，咱小拄会得到。行。阿来，你有要紧无？秋萍，你将俊英和你的手机摕出来替我解围，我实在唔知要讲啥才好。这件代志你唔通放在心肝内。其实，这卡手机我本来就无啥想要爱，既然会讲甲你斗相共着，我嘛感觉足欢喜的。为着安全，你还是赶紧转去。我最后有代志，我嘛是要来转啊，哈。哎，秋萍，哎，多谢你。
欺负，伊为着我，连准用予伊的手指拢袂治啊！这卡手指，我本来就无啥想要爱。敢讲，伊有介意的人啊？敢会是？敢会是来顺啊？请你唔通放我的记，我的伊我也记在心内。阿兰，你就即马转来啦？我烦恼一个，拄准备要去找你咧。你也搁会关心我？等你是咱社会宝贝查某囝，搁是咱戏班的第一小段，我要来无关心你。你莫来这套啦！你遐话哦，去讲互恁的秋萍听。咱是搁讲对地去啊？来，听我讲。免啦。来顺啊，拄则谁来过？准宁啦，啊，等我就走啊。我都袂赴甲伊讲话咧，就甲师傅出去啊。伊敢有真正遮尔无用着？台湾雪岛，太阳北起一了一，香港也天气了注意呀呀，天气大我的面啊穿比，哎，一声哦，鸟鼠入目，稳哒哒，唔免惊哦，2、3天若无戏通演哦，惊迄团的哦无巴肚。师，啊，你是去当着什么好工的哦？啊，出名啊，电话转来讲哦，因公司啊会用帮助来赚大钱，嘿，我还算算的哦。27所3分半啦，要偌久无一间厝就添我发啦咧。爸，你讲啊遮尔轻松，哪敢有本钱通去生钱仔囝？你讲查某囝就是讲查某囝，阿爸哦都住这间厝的厝客哦，替有人抵押，对啦。你嫁妆哦，我一定甲你准备足多，你甲你嫁个出去吼，免规工留踮咧厝的来细细咧，无烦死嗨哟。爸，你是要甲我挂出去还是？无啦，阿爸是咧滚笑的啦。阿爸来帮从这赤头哦，摕手来赶出去啊。这查某，搁再讲嘛是你生的啊？等，师，啊，你将所有的钱拢投资喺准宁公司，安尼看妥当？绝对妥当，安啦。迄准宁哦是自伊细，我看伊较大呢，我相信你。嘿嘿，嘿，来孙啊，来参一卡讲较紧的啦。阿头啊，让我看。紧嘞。我什么代志啦？啊，财欠年前敢是还袂还清呢？我有对一瓶花啊，这是尾款。想袂到你来孙啊，讲话算话，我欣赏你种人。啊，不过钱你先摕转去，已经有人替你还清楚啊。你是讲啥？秋萍啊，刚讲你师妹阿兰无甲你讲。啊，你师妹阿兰是真无意思啊，这代志免甲你讲。秋萍，我哪会知这代志？你无甲我讲。机票啦，准英寄回来，你看准英讲的无唔对，以后咱出来生活费哦，可你利息钱就有够啊。啊，你伫当时哦摕钱去落迄个准宁公司啊？我问你，啊，你这钱伫倒来啊？啊，就伊顶早转来的时阵，我向咱这间厝处理，啊，这伊所寄来遐钱哦，拢交互伊去处理啊。是啊。